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确认为是。34，曲线不断地往上升，显露出黑白混杂的岩石，湖泊接二连三的干涸，散落着一触即碎的小小贝壳。然而天地辽阔，犹如广大的坛城，天地之间的多玛与哪些神灵有关？我站在一个明澈如镜的水泊前，惊讶于倒映的雪山比真的更美。幸好云朵犹如棉花，给水底的石头和看不见的路绳增添了几分暖意。要不要带些湖水回去？家里有2个小瓶子，一个装了拉木错的水，一个装了黄河源头的水。时间太久，水位下降，里面长了一些絮状的物质，像羽毛，在完全封闭的空间里飘忽着，看着看着，如同关键自己的挣扎。哦，等等，请允许我凝神再看片刻，我好似窥见了更多的秘境，与未来相关。忽而雷声轰鸣，仿佛内心的金刚巨石投射到空中，提醒着记忆和命运。必须觅得一块特殊的石头，一种迫不及待的转变将缓缓显现。35，每一种物质都应该有眼睛，不只是动物，人就不必说了。飞蛾的俯眼，扑火时看得见什么？康纳的大眼睛为何总是若有所思？我想说的是，烈日也有眼，但比老大哥温和。即便如烈焰，将刚投生的婴儿多么嫩的脸颊烫得通红。湖水也有眼，让你在凝视的时候如被洞袭内心，没有比这更惭愧难当。36，又走到虚迹经幡的某个圣迹，在卫藏录上写的诗自然浮现。我需要知道土伯特的高度，如同一个游子需要知道命运的归宿，一个信徒需要知道来世的方向。土伯特的高度如何测量？当我走遍群山和众水，也时常寂寥偏僻一隅，聚散离合的亲人，若隐若现的神明，请在我的心中建起一座小小的佛堂，请让我成为这座佛堂的守护者，遮挡尘世的风雨、硝烟和眷恋。而这样的要求，在所有的祈祷中，算不算有些奢侈？37，我在半人高的草丛中慌慌张张蹲下的时候，发现跟前有一大片厚墩墩的粪便。没错，正是那头牦牛窝的，还冒着袅袅热气。望着它缓缓走远的背影，像瞥见了自在的本性。